新竹县竹东的小女上艺术园区，早前是画家小女上住的所在，总共有5栋日本式的建筑物，吸引不少游客穿日本衫来遮翕相。最近园区当咧展览这画家的水彩作品，也搁展览出伊日常生活用品。今日来充满日本风格的小女上艺术园区，为出去到日本，当中5栋建筑，去民众专工穿日本和服来遮翕相。因为这2、3年大家不能出去的时候呢，来这边呢都是一个日式的宿舍，所以走到这边穿着浴衣，让我好像秒到日本去旅游的感觉。园区现在呢，在每一年也就是会配合小老师的诞辰，然后来做一系列的活动，所以在整年度呢，在园区里面都有安排了每个节日不同的活动的展出。小女上是台湾重要的前辈画家，作品以水彩风景为主。早期在当地学校教画图，培养后辈受到当地人尊重。园区内除了展出老师的作品以外，还有过去所使用的画图工具、甲日常生活用品。萧如松老师呢是1922年出生，他是在大正11年出生，然后呢他是台湾美术史上第2期非常重要的一位水彩画家。在园区里面啊，经常可以看到萧老师的学生回到园区来，然后他们带着一个很敬畏的心情，来很骄傲的跟我们说，我是萧老师的学生。对日本时代到今保留落来建筑，加上满园花木，每一个所在拢充满艺术气氛。其中部分空间，目前嘛提供社区民众上美术相关课程，希望让画家的艺术精神继续传承落去。记者刘君豪，新竹报道。